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起我哋屏东嘅万万，他个天地上都可能都係我哋嘅万万嘅主卡。但是其實喺我哋年代，我哋嘅聖誕節嘅附近，我哋嘅萬萬有啲萬件嘅教堂，其實嘛有幾多人會來參觀。在今日音樂會嘅時候，有一群嘅年輕人利用我哋舊嘅萬件嘅衛生所，喺整頓好以後成立喺這裡好好生活所，睇下好好生活嘅一個地方。那同時亦希望講喺菜地可以書寫我哋萬萬嘅故事，同萬萬嘅人做一個交流。啊，同時嘛出嚟一啲無窮樣嘅萬巒主角，安尼一個刊物哈，安尼今日有想到係這裡好好生活所的副執行長。那陳楊竹的那個聽眾，我想我題問一下講，到底伊哋睇下萬萬，伊哋希望做出乜嘅伊哋無窮樣嘅伊哋未來，同時伊哋嘛希望講可以把乜嘅東西帶入我哋萬萬，我哋馬上反映我哋楊竹那個聽眾，楊竹唔好。好，大家好，我係來自萬萬的陳楊竹。我們的節目剛開始的時候就有提到，就是說，你們當時是使用了就是舊的萬金衛生所嘛，哈。當初做嘛，我想講，用舊的萬金衛生所做成人工作的地方。其實最早我們不是在萬金舊衛生，是大概從107年開始吧，就是我們是從高科大的客家中心出來的，由我和黃國書老師一起來成立這個青年輔導團隊。那當初其實是哪裡需要我們就會在哪裡，所以是有點游移的狀態。那一直是到後來就是可可園區要成立的時候，我們有協助屏東的可可園區做先期的規劃，那就有在萬巒停留一陣子。後來鄉長看到我們，他希望把我們留在萬巒，所以就幫我們媒合了萬金舊衛生室這個地方，讓我們就是進駐。所以當初你們進駐的一個應該說剛剛有講到前提的一個工作計劃裡面，其實比較做的是做在地的產業的一個分析，是這樣子嗎？就是幫助傳統產業的轉型，或者是設計價值的類別。那我們從彰化到屏東，其實都有輔導一些產業，但是性質是不同的。像是彰化是精密技術加工，但是轉型成文創產業。那在員林那邊呢，我們就是做返鄉青農的輔導。那屏東的話，就是做可可產業和原住民族的工藝。嗰個等於你講，其實等愛去負責的範圍嘛，歸台吼。咁你後來嘅天體講我哋你慢慢成立入去的這裡好好生活所以後啊，這個所的一個當初設定的目標是什麼？這裡好好生活所當初設定是希望能把返鄉青年移居或者是在地的業者結合起來，那大家一起有伴，可以做更深入的事情。你頭有講到哈，返鄉青年好移居，然後在地業者，等於如果我哋唔單止係把我哋在地嘅產業去統合好了，這是我們常常會見到的嘛，把在地產業把它聯合起來。對。可是這個融合的工作很多人做，可是不好做。沒錯。像我們就是扮演平台的角色啊，那但是要想一些辦法，讓大家有機會可以聚在一起，那甚至是有定常性的聚會，讓他們產生交流和可能發想未來可以一起做的事情。等於如果有一個平台，他人可以利用一平台上面辦的發通，可以叫我來參加。唔但是係在地嘅業者可以來參加，啊，古來的人啊，外地人、越來人也可以借由這樣子的活動，其實是彼此互相去認識。沒錯，大家就是可能回來以後，或者是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那楊竹，你自己本身算是從外地回來的人嗎？就是我回來這邊。我的身份有點複雜，因為其實萬巒是我爸爸的老家。那我過去我其實只有在過年過節的時候回來，然後是真正搬回來是在我結婚以後。那喜歡就是南部這種緩慢的步調啊，那還有就是不太會下雨，都充滿陽光的地方，所以決定回來這邊做產業輔導的工作。但是問題係講，你這個雖然講爸爸係萬巒人嘛，可是你以前冇係過萬巒，好，以前係潮州。但是你哋結婚後回來南部以後，你覺得你自己算是
返乡青年吗？还是外来移住？还是应该不算属于在地的嘛？我觉得有点像移居。对，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像我的话，我们也是归年强势的录音外面脱属，所以说我们当初回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其实对故乡是很陌生的。对，那更不用说跟这些在地的人要做一个融合。那所以说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那从自己的经历来看的话。所以说，办活动会是一个跟在地的产业算是融合的一个好的方法吗？办活动其实是让大家认识，那我们还会有大家需要的课程，那也是一种方式。那甚至是定期的，就是纯粹就是大家过来聊天的活动，更是。对，就是说，至少它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彼此去互相认识的嘛，对，至少不会说，因为我们其实像乡下的话，我们没有一个像什么酒吧啊什么之类的，可以让他比较 relax 在谈心的一个部分。可是像咱的古老一方，像头也讲到除了纯给国书老师以外，像你们团队还有怎样，还有其他人吗？有，其实我们团队现在真的就几乎全部都是屏东的在地青年，像是有就住在万峦家族的知影，那他也是就是读完南艺大以后就来我们这边。那另外的像是三地门的少康，他是卢凯族，那还有是太武乡的阿利夫，他是排湾族。那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暑期的实习生，就是像跟屏东科技大学的木材设计系合作的实习生，那也有可能在地的青年到外地读书，那暑假的时候也会来我们这边实习。可是等于讲，你的那团队底部其实是贵多元的一种组成的方式。对，不仅有你自己本身是客家人，然后有原住民，对，然后还有其他的可能因为在那边就学的学生，对，因为其实我会发现说，有时候在地人看在地的事情，反而会觉得说，好像这很正常啊。对，可是透过外面的眼睛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吗？我们好像没有那个样子。对，因为透过外面的人的眼睛才会发现，原来我们吃的东西跟你们不一样。没错，会觉得原来我的生活是对你来说是很特别的。对，更等对应该的可以是进驻我们的旧的卫生所，一直到4月份开始营运之后，那到现在你自己有什么感想吗？我觉得蛮有趣。其实就算我们在屏东就是这样子。大概走跳了那么多年，但是实际又进到万金村这个感觉又不一样，因为万金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陌生，我们也是重新认识，所以我们也是透过蛮多种方式，像是从初季刊开始先认识万金，那跟万金的居民就是访问啊，做交流，让他们自己认识我们，那再慢慢的延伸到就是周边的其他村落这样子。跟我们说一说万金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你们认识的万金好吗？刚开始大家可能都只会记得有万金圣母圣殿，对，圣母圣殿。那后来我们进来以后，其实我们发现邻居也很有趣。就是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自己做整修啊，然后漆油漆干嘛，那邻居都会这样偷偷在看我们在干嘛。那可能听到我们在院子呼喊说啊没有锯子，他就会默默就出来，我有锯子，就会跑出来。对，很有趣。那就是万金的居民他们很友善，那也很乐见，就是他们也很好奇，就是为什么有年轻人要来这里，就是也蛮乐见我们后续的发展。那其实就是多多少少我们活动的时候就会邀请他们参加，或者是他们平常有什么摘菜啊、水果啊，也会送来我们这里。那你觉得，其实以万金现在的状况来看的话，你觉得他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年轻人吧。我觉得原来如黑眼强，原来如黑 sale 还是很缺少年轻人。真的。为什么会这么觉得？真的很少。我们来了以后，就是真的属于万金本村的年轻人真的非常少。那其实万金社区发展协会也是有在跟我们做合作，那也是可能譬如说我们中秋节要一起合办，就是中秋晚会这样。那社区发展协会的人也大概像我一样，就30几岁啦。如果说在更年轻的返乡的就没有，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万金没有工作的机会。所以说，像你自己本身也在那么多地方也看过嘛？你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台湾目前现在他跟你如果赌的问题，还是讲
喺屏东特别有个问题咯，无人扛嘢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普遍是台湾乡村普遍的问题，就是没有工作机会，可能年轻人就算想回来也没办法。那要务农的话，真的也要蛮大的勇气。就是讲，你过来做农事的话，一方面可能要有安的技术哈，然后第二个你真的是要能够受掉南部的太阳，对，然后能够吃苦，好，你才可能开始出去做农业。那些磨坊一般的工作机会相对比较少。对，没错，就是产业可能不够多元，那变成是还要发展，可能是发展农业更后续的行销啊，还是什么其他相关的产业，才有可能有更多元的工作机会。但是现在真的普遍还是停留在一级，但是他们也是缺工啦，但是年轻人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做，或者是他需要耐得住寂寞。故事上头先我哋用咗一邊講嘅一件事情，其實聽唔管是講我哋人上冇都聽藝人咧佢到嘅地方地位，其實少年強嘅一件事情係一個重要嘅。咁基本嘅用足來當我哋咧慢慢以後，亦都係做乜嘢咯？下一堂節目我如果同你小姐講，佢出嚟一本書，我馬上過來哦。访问古来福起来，上台节目我哋來自屏東萬萬，這裡好好生活所一片好好生活所嘅站長，我哋咧楊族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分享講，也當初很用嘅成立，也為這裡好好生活所嘅。一部分呢，我想要參問一下我哋楊族，因為今日我哋現場有帶來2本刊物嘛，哈，其實係一個刊物啦，哈，萬萬主角。对，好主角哈，但是跟我们万峦主角的名字是很谐音的。对，当初为什么会取这么有趣的名字啊？因为其实大家讲到万峦，大家第一个想到一定就是猪脚，但是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万峦不只有猪脚，还有我们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是这个地方的主角。主角，而且。看名都太多地講萬萬主角啦，角色嘛，其實萬萬除了係我哋嘅主角以外，除了主角之外，其實我哋嘅人事物，尤其係人嘅部分，其實係我哋呢啲土地裡邊最重要嘅一部分。那從這樣子的一個名詞的角度來看的話，當初設定的這樣子刊物的一個算是主題，或者說他希望達到的傳遞的訊息是什麼？其實我們萬峦主角他是想要介紹萬峦在地美好的人事物，所以我們一開始我們用了五彩工。五彩工它其實包含了就是採集人物、採集作物、採集美食，然後總共5個啦，有點亂，一時之間想不起來。但是那個五彩工它可能在台語有點像無彩鋼的意思，但是我們想要讓人家知道，就是生命當中沒有無彩鋼的事情，就是你所經過的事情，它都會累積變成你未來生活的養分。對，某一件事情係無彩鋼的啦，其實每一件事情行過去，好，不過當時是不是對你產生影響？其實它在你的生命裡面都是會有一個角色的，不管是你看到的人，你吃過的一碗飯。你去過那個地方，可能當時沒有什麼幾大印象啊，但是其實後來睇人什麼樣地方，如何影響到你自己什麼樣。可用按你角度來講的話，其實比如的像你這樣子聽起來，其實這樣子刊物裡面，其實你要很大量的去採訪萬峦在地的，不管是人事物景。對。那因此這樣子的一個季刊吧，用一季刊的方式，那這樣季刊的話。本身因為季刊是3個月就要出一次，沒錯，那你幾乎還要留大概2個禮拜的印，2個禮拜去印，怎麼哈？對，差不多2個禮拜又要排版了，而去校正，等於講咱2張頁可以去寫，咁2張頁用來分批啊時間。那像春季刊就是等於是我們好好生活所對萬峦人、對萬金的介紹信，所以春季刊我們就介紹了好好生活所。我們的成員，我們在做哪些事情？那另外還有好鄰居，我們就是
除了采访邻居以外，顺便跟邻居互相认识，那让大家知道我们有在准备要做哪些事情。那也介绍了我们可能在执行的万峦餐桌啊、可可产业串联，还有一些林下经济的一些课程等等。那夏季刊呢，它就除了水文以外呢，它也是顺着春季刊的引导，我们做了我们万峦餐桌成员的介绍等等。可是因为其实也经验吼，在屏东其实几多的刊物，比如说我哋屏东县政府的 Amazing 啊什么之类的，也是用一种个泰的角度。可能去收集我哋屏东个特别的一啲风景啊，冇风俗啦，冇乜的。但是这样听起来，其实万峦猪脚这个季刊来说的话，它其实反而是比较关注在小范围的，对，好，而且它不会太过太面向讲啊，万万人家要产业分用了，万万人家冇东西，它其实是感觉上是很小范围的在讲，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好，那这样子的一种小范围的一个季刊的话，它期待的是凝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它一方面是让别人可以更深度的认识万峦，那最重要的是让万峦在地人能更认识自己。他们可能觉得我的生活没什么，我周遭没有什么厉害的人，但是你仔细挖掘，其实都有。那甚至连文化也是很有故事性的，让在地的人了解在地的事情。对，因为你这样已经出了2刊了嘛，你觉得在地的人对在地的事情了不了解？我觉得要找到关键人物。对，怎么说？像我们其实大概每一季都会介绍2到4个，就是村，就是比较有生活圈是比较相关的村。那我们在介绍之前，其实我们可能就会透过社区发展协会啊、图书馆的里面的村志吧，然后还有就是跟公所，就是问他们说，如果我到这个村，我可以找谁？他们每个村其实都会有对在地很了解的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有研究的学者这样子。刚刚那方，因为你给他有出了2期嘛，哈，那从我们的春季刊到夏季刊，那发行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样可以得到这2个刊物？一般来说，你们都是放在哪里啊？当然是我们好好生活所，那还有万峦在地比较有名的店家，那另外就是屏东市跟青创相关或者是在地的图书馆，其实都可以取得。那我们好好生活所的 FB 上，它也有电子季刊可以让大家阅读。我如果用电子的方法看到有2本书的，那在地的人在地的人看到有2本书以后，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其实他们很高兴有人在介绍万峦，那甚至是真的出了纸本。虽然现在电子书很方便，但是我觉得大家非常喜欢这种有手感还有质朴的感觉。那拿在手上，他们就觉得它珍藏了万峦家乡自己的一个记录。我的那个发现到讲，其实贵东人对这个神发的地方其实没多了解，然后你讲啊那条路，但是它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背景，甚至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五魁，为什么会有玫瑰在万界里，为什么会有玫瑰，他们都不清楚在地的人他可能知道自己这个村发生的事情，那更深入、更历史性的，大家可能就比较模糊，有可能是在比较早期，大家是目光是向着外面的，很少往内看自己。我唔错。其实可能如除了讲你都爱听外面赚钱嘛，哈，然后目光是向着外面，同时一方面讲，其实有的东西没人讲，没有人在提起这件事情就完全忘记了，就知道说啊那边有一栋建筑物，或者是那栋有一个伙房，但是那是谁住的，它有什么样的历史？没人讲，真是没人提。我发现到讲，其实天的封面底部其实是采取了比较年轻的插画风格，跟现在一般很多就是以摄影作品当成是封面的那种方式，其实是不大相同。当初我想要用安的方法去变成一个等刊物的一个封面设计。希望它有点像漫画，更吸引人。对，那其实我们的封面呢，我们是请云林科技大学的大学生，就是视传系的大学生帮我们做的。那每一个封面，它的主题都是那一季里面会介绍的村庄的一个特色景点。对，你看我真的都感觉到讲，其实以黑的，你会觉得他就是很年轻。
对，它感觉像是会让年轻人就说，哎，这本书是给我看的。好，没跟我其实有一些现在很多很流行的一个杂志的封面，真的就是用一个很大的可能是广角拍出来的一个大的一个照片当成一个很气派的那种东西。可是呀，看好了至少够亲切啦，好够亲切。可创了你出的两款以外，你里面的这个整个主题里面，你自己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个主题啊？我觉得应该是介绍在地历史的，因为它是更深入去挖掘和整理的。那其实我们要爬梳很多资料，然后再问一些学者把错误的资料删除。那他的在地人看了以后就觉得，哦，原来他在我旁边，他这么有故事，我自己都不知道。可是在地历史这部分，不会觉得很枯燥吗？我觉得不会，它其实就像讲故事一样。可能那事情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故事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的村庄是这个样子，那或者是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建筑物，还有我们一些生活的习惯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做法的模型里面讲，其实应该如果讲历史的故事，其实是一个枯燥的事情。但是其实，以历史来讲的话，尤其像松坂满，好，然后以富村的万金庄啦，好，其实也几多个故事里边，如果就像刚刚央主所讲的，因为其实当时的一个历史事件，或者是当时一个历史环境之下，才会变成为什么我在万金那边是讲闽南语的算是在地的一个原住民区，那但是过了一个地方，马上会变成一群客家人一个地方，然后他们的风俗到底有没有互相的影响，以及以前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子？因为其实对万满来讲的话，其实有一盘夫黑算是平埔族，对，客家，然后在家族那边还有一些闽南人啊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就变成讲，其实在周期的时间，这些族群的互动其实是很有趣的一部分。对，他们以前其实有点是互相抗衡的。对，互相抗衡没有错。我刚刚没有提出这个东西，因为其实他们当初其实因为资源的问题啦，对，所以说当时其实是多多少少都有很多的冲突。那其实但后来在不断的一个冲突结束之后，其实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互相的交流，其实是很有兴趣的。但这个其实都给干嘛一边。半年以上了嘛，哈，那你这样子进驻之后，发现跟你当初进驻的一个想法有差很多吗？我觉得当初可能想得更单纯一点，但是实际进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工作变得更多元，因为大家的问题都不一样，或者是他们的需求。譬如说用某种问题啊，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单纯要做林下经济，做餐桌，但是他们可能就会延伸成他的产品要做包装，他们要跟设计师沟通，他们不会沟通，对。可是本来quite单纯想要做一件事情呢，对。但是某想到讲，因为其实当地的人有不同的需求，我想这个需求其实是很现实的啦，对。但是因为平常他们都不知道能够找谁帮忙，对。所以说现在刚好有一群年轻人进来了，然后他们也带来了新的一个想法，甚至新的做法。可是如请人来谈述，但是这样子的话，等于是你们也更是参与了在地人的生活啊。没错，然后就是工作能力就变得更多元，因为你就是为了帮大家解决问题，你自己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头头来永州有共同啊，等的林下经济，还有啊等呢在地的可产业哈，它一部分啊的我在第三团的时间团刚讲，尤其头头有讲了一个餐桌的部分，因为其实在餐桌这一部分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大概先稍微透露一下，所谓的餐桌它是指的是哪部分的内容？其实万峦餐桌它其实是以产业为主，是串联在地产业的，就是可能跟一般居民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是跟产业串联有关系的。因为在用餐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大家最放松的时刻，所以在用餐的过程，他们其实可以讨论说，原来我的产品你会这样子用，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他们就会并发出更多的可能后续的发展，那甚至是他们在这个万峦餐桌的合作过程当中，变了有一个新的事业，甚至是他新的产品，或者是他们甚至他们2个、3个可以互相有合作的。
古时透过讲伊的餐桌的伊的发通里边可以用木腔用山叶的人可能会吸泡风来，无论讲腔下伊合作去产生这木腔的东西。休息下我哋行了的买嗰度，嗰精彩故事。翻过来，复回来。上段节目，我是屏东万满这里好好生活所的站长杨竹，来到来现场，同人分享讲，伊哋办公用嘅发通同时嘛，设计伊哋呢伊哋刊物，或者呢万满主角来到我的现场。来，我想请问一下杨竹，因为其实你刚刚在最后的时候有提到有关于餐桌的部分嘛？那餐桌部分其实是把我的某 Q 用3年的人，好借由餐桌让他们发现出，是不是有一个合作的一个可能？那其实我记得你们还有一个叫戳戳乐的活动，对，跟还没同的观众朋友说，讲妈的戳戳乐。那戳戳乐跟餐桌不一样，戳戳乐就是针对在地居民的。那时候我们刚到万金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过很多方式要怎么跟在地居民做，就是一些交流，甚至从想说一间一间拜访啊，还是到庙口做演讲、讲故事之类的。那后来我们就想到，其实以前就是妈妈、阿姨啊，他们在家的时候，其实他们跟邻居聊天的时候，都会顺便做手工。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一个没有那么难的手工，让大家可以在这边一边戳一边闲话家常。那像他们在做戳戳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他们有哪些需要。可是马诺他在戳的过程，戳什么东西啊？就是戳戳绣，它其实是俄罗斯刺绣啦，就是很简单，你只要透过很简单的动作，它就可以完成一个图案。那我们特别设计的就是万峦地景，它里面那一幅大概80乘以120的一幅画，它里面包含了我们万峦的伙房啊、万峦的特色美食等等，那是很多人可以一起去完成的。那现在它的进度大概是80%，快完成了。从你这个利用这样子的活动，其实我想，真的是可以去拉近彼此之间的感情。对。那同时，其实也真的是可以很自然而然去收集了村庄里面他所需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影片后头的一块是节目底关有一点功能讲，其实当初你们也是就是说希望说能够把年轻人导入到这样子的一个村庄里面来。那这个东西其实也算是我们这近几年来政府一直在希望的青年返乡。可是早期青年返乡回来之后，就发现青年没有工作做。对，但是你们现在采取一个新的方式，就是说至少透过一个这样的平台，让不管是返乡的、移入的，或者是在地的一个商店家，甚至商业产业都可以有一个互相去了解甚至合作的一个可能。可是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你应该能一直做一件事情嘛，同时你们也是国发会的青年培力工作站。对。那这样子，国发会的青年培力工作站对于乡村来说，他们最主要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国发会地方创生，它最主要的是希望可以均衡城乡发展。那是希望透过挖掘出在地的特色产业，那适地适性的让产业它的结构是让年轻人可以回来正常生活的，让人可以赚到足够的钱啊，过上想要的生活。那也让的人口不会都只集中在都市，因为其实乡村它可能还有其他产业发展的可能。可是也要充电，如果我们去发掘地方的产业，希望利用我们发掘地方的产业，同时去把的地方产业变态以后，有更多人可以提下工作。对。那以屏东来说的话，你们刚刚其实应该有提到就是可可嘛，那你现在在你的观察里面，屏东的可可它的一个发展，目前发展的状况以及它可能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其实现在屏东可可产业它就一直是每个人都是一条龙的状态，所以大家必须从种植啊，就是采果，然后处理、发酵到整个后端到做成巧克力，都是每个人都是那一条龙这样子。没有错。那我觉得它在产业更健全了以后，它应该是变成是一个
分工的状态，有人做前端，然后有人做中间的处理，那有人做后续的行销包装，那这个产业它才会更扩大，或者是更有效率。可是等于那个，因为其实应该就像我想这样子的一种形态，其实是跟着我们早期农业形态是很像的，就是说我们自己耕田，耕了之后自己施肥。然后自己除草，对，然后自己收割，对，然后后来我们变成槟榔的时候，也是自己种槟榔，对，自己施肥，自己去把槟榔割下来，然后自己弄到外面去。只不过可可的状况比较特殊的，它还要发酵的过程，制成巧克力的过程。对，所以说结果，但是整个的算是工作的形态还是维持的早期那样子，就是我可能自己家里面的家族的人把这件事情完成了。对，可是。这样子一条龙的跟我们把它更多元化的差别会在哪里呢？我觉得是专精的程度，因为其实可可它跟咖啡是很像的，它有发酵的，它甚至可以分等级。那它发酵的时间或者方法不同的话，它会有不同的风味产生，所以它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是需要非常专精的。如果它不是发酵了就好，有发酵就好，它是每个阶段它都需要有专业的人才。这样的讲法我都发现了，讲其实喺外国，譬如讲，伊咧去做红酒的，做葡萄酒的，伊咧乱嘅，像有的人这个会焗酒，你可以这个焗酒，但是唔係講每一個人這個會焗酒，有的人可能真的是種了葡萄，都搞本嘢拼人去焗酒。好，嗰時你像同我講呀，因為其實更加好一條龍的一種生發底下，其實真的很累。對，我又要學設計，又要學包裝，又要學行銷。最慢啊，又这个去發酵，这个去種可可，然後这個去做巧克力。其實我們錯啦，剛才講這個一做法是夠簡單，但是其實對專業的人來講的話，有種因為講其實一種的方法其實都變成不多元，可以而且可以參與的人也比較少。對，而且可能也比較沒有辦法走到國際。雖然說現在屏東的可可在國際上已經蠻知名的，但是我覺得如果要做到穩定它的品質的話，還是需要更專業的一些技術。那從你的案例對可可的產業來出發的話，你會認為就是說，其實這樣，假如說可可的產業它可以更多元，甚至更開放一點的話，係咪會有更多年輕人可以歸來去參加要不可可的產業這一條的一個工作的機會呢？那像我們的另外一個計劃主持人是可可雅米的校友，他就有提到，其實他們現在也開始慢慢成立協會，讓想要進入這個產業的年輕人有人可以帶，不管是可能是你要做耕種的話，他們就會有耕地的媒合，或者是教你怎麼種植。那如果你是做包裝或者是做設計的話，他們其實也都有這個需要。等於講，嗰種把它變成一個更專業的一個分工的時間。好，你今日過來，你係希望講可以去種可可的，你就去種可可。好，這個嘛唔是去擔心講，這個冇田冇地可以種，哈，有一種媒合。嗰種，這個本身係對包裝，甚至是行銷這部分是有興趣的，甚至是有能力的。好，嘛可以去加入一個我能講整個可可的產業裡邊，唔可以比講像譬如講，等如卡本身都冇做可可，你就沒有辦法去介入這樣子的，進入這樣子的一個產業裡面。但你這個給他提，算是這裡好好生活所在這邊已經差不多半年以上了嘛，哈。那對未來呢？你的未來有乜個打算？其實我們未來，因為我們的地點就是在185線上，那我們希望未來能做到原客共榮這件事情。所以其實我們也多多少少有，就是把一些客家的產業跟原住民的工藝做結合。所以不管你是種可可的技術，還是用原民的藝術做行銷，我覺得他們一定是有可以合作和共好的地方。對，185線道是一個幾特別的一條路啦，哈，是上面3個片都係原住民的部落，哈，路的鴉片路，大部分都係人哋歡迎的一個村莊嘛，哈，可是其實種的東西其實也沒有說差很多啦，哈，但是真的是因為可能是生活形態的部分，或者是產業形態的部分，可是同樣是種可可，種出來的東西可能真的是不大相同，甚至是一點發酵的風味也不大相同。可是我們希望講，還可以把原客這兩個東西去做
这两个不同的一个主题去做不同的一个融合就对了。对啊，利用产业这个角，对，利用产业，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两个族群他们各有各自的厉害的地方。譬如说呢，原住民他厉害的地方在哪？他真的是非常具有美感。对，没有错。有部分讲红人啊，真的，黑人啊，某种欢迎真的就是逊色很多，因为我们的颜色真的是弄的就是比较简单、比较简朴哈。可是相对于原住民来说，还真的都有看好了一个色彩，如果讲好，然后同时也可以用的这种法用嘛，够懂。那同时就是说，像譬如说以现在的好好生活所来说的话，像这个刊物目前已经春季刊、夏季刊，那秋季刊的主题会是什么？秋天它是收获的季节，那我想秋季刊我们就会把可能这一整年我们在万峦餐桌还有在地方做的事物的成果做一个很好的展现，那还有一些我们可能秋季会在万峦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其实的凤凰斗龟有关于地方创生啦，然后青年返乡的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里面央族提出了一个非常规划的想法，利用产业亚洲的中心，好，不用等呢地方的产业本它个地从此可以发展以后，它个呢人强人可以以米亚产业可能贵多。来等呢，乡镇地方去天数亚产业的发展。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就是说，假如今天年轻人依着这样子的产业回来之后，他要不要比如说我今天就要回屏东来了，我是不是可以在我还没回来之前先准备好？的确是要有点准备，不可能两手空空就回来了。我觉得他真的要思考说，他回来究竟要做什么。那另外，我们可以协助他的，不是他需要什么，我们给他什么，而是我们给他工具，让他未来可以自己去运用，或者是我们给他一些有经验人的引导，让他可以加速他往前的脚步。所以我觉得想好自己要做什么很重要。你不一定要创业，但是你真的要想好你自己究竟要在屏东做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可是，除了扬州有讲，各种更加有办法，无论有打算回到故乡的方面，但是讲喺屏东啦，可能喺外头呢，苗栗啦、新竹啦，无其他地方，你哋先想好，你今日回去以后，你想要做乜嘅东西，还有同时，有乜嘅能力可以听俺的故乡地方开始做嘅。今天非常谢谢央主来到我们现场，同我们分享安东亚故事。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那如果大家有空，也可以到我们这里好好生活所走走，那一起来参加我们戳戳秀的活动。休息一下哦，大家停下来静下来，听完运通哦。我跟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网站，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